皮肤跟耶稣徛伫海平，若是学生毋知伊是耶稣，耶稣就甲因讲：这囝，你有味皮无？因讲无。伊就甲因讲：下放伫船的正边，就会憋着。因拍落去，就放拖袂起来，是因为鱼罪的缘故。对安尼，耶稣所听迄个学生甲彼得讲：是主啦。地门彼得一个听见是主，因为忝巴体，就用外衫来下，跳落海。其余的学生因为离坪无远，约了30吨，用细只船来听戏放的鱼。到厝坪，看见有底倒的炭，顶上有鱼，阁有饼。第3摆，互伊讲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听我嘛？彼得因为伊第3摆互伊讲：你听我嘛？就又问，甲伊讲：主，你有所毋知，你知我听你。耶稣甲伊讲：饲我的羊仔，我实实甲你讲，你少年的时，润达家己腹，照所爱的加油，度到老，你被伸手，别人就捌你，看你到毋爱去的所在。耶稣讲即话是指彼得要知因死，来因讲上帝。已经叫安尼，就告伊讲：缀我，请但米林牧师讲道第8时，定心讲道好调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你人生的过程中间，你敢捌想过要放弃？可能你非常打拼努力趁钱，经营婚姻，教养你的囝儿，好款待朋友，但是到落尾所得到的，较甲你所期待的无共款。伫安尼时刻，你的梦想破碎啊！你努力无结果啊！你开始怀疑，当初我遐尔努力是为着什么呢？甚至你也开始怀疑上帝离你哪来哪远。就亲像今仔日约翰福音21章中间这学生，虽然国外耶稣侪摆向因显明，但是面对未来，因毋知影要安怎行落去，要去到倒位，是要做甚物。所以伫第3节，彼得有讲：我要去讨鱼。即句话内面会当看出伊的心境，因为已经失去安全感，所以宁可退回迄个上舒适的所在。其他学生嘛共款，就听班长的建议，转去因以前上熟悉的代志。但是因掠鱼的结果是甚物呢？就是规暝无掠着甚物。非常奇怪呢，即群人伫军队耶稣进前，拢是专业讨鱼的人，但是伫迄暝，因甲什么拢无掠着。兄弟姊妹，即个画面咱也袂生分。有时咱付出咱的青春、时间、热情，咱也认为靠咱不断祈祷、不断服侍，就一定看会到成果。咱真自信。但是结果敢一定甲咱所想的共款？这就是甲咱讲，靠家己是行袂通的，因为真正的丰收，毋是靠咱的聪明智慧，也是技巧。咱要看见成果，是需要有上帝同在，甲听候上帝时间。亲像一个农夫，伊努力种植，但是伊敢一定有丰收的把握？无法度。因为伊也需要有适当的雨水甲太阳，并且若一个风台扫过来，伊所有的努力拢无去啊。但是气候敢是一个农夫会当决定的？无办法，咱嘛共款。若无上帝同在，搁较侪努力，嘛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，一切拢变做空。所以今仔日咱看这段经文，看到这个学生，因为耶稣过活了后，因竟然搁落跑，因竟然搁决定要靠家己。咱看到这，咱毋通笑因的小信。
虽然咱嘛已经知影耶稣搁活，但是咱嘛定定软正到毋知影要安怎做，咱嘛定定软弱到不断转去迄个旧的、迄个老的家己。所以今仔日学生的反应，伫提醒咱，要互主改变，要互主改变咱的活命，大先一定爱先承认，我是一个软弱、需要互改变的人。因为骄傲，因为自尊，就是阻挡咱互主改变上大的窒碍。毋过讲到遮，先讲一个圣经的编排。咱若看约翰福音21章，会感觉有淡薄奇怪，因为伫20章的结尾，约翰敢若已经做出一个结论。约翰伫20章上尾则有讲，耶稣伫学生的面前，搁行做新者，无记伫即本册，独独记遮，互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信就得着伊的名，名就得着活。伫遮，约翰敢若好亲像已经讲着讲，我的约翰福音已经到遮已经结束啊。其他无记载的事，恁遮的信的人，恁拢已经知影。恁爱因为遮的话来得着活命。但是咱搁看，竟然有21章会出现，所以有圣经学者根据21章的文体、写作的形式，判断讲21章是后来人加入去的。因为伫21章，当耶稣伫岸边，搁一摆学生来显现的时，咱看遮学生的反应，敢若是对耶稣的国话非常的生疏。但是这无减少21章的重要性，因为21章伫提醒咱，耶稣无放弃遮已经绝望的人，反倒耶稣互遮学生的是啥物？搁较深入的牧养。耶稣要互遮软弱的学生知影，伊无责备因，也无放弃因，所以因毋通自我放弃。另外15节到19节是耶稣甲彼得的对话，因为彼得进前有3摆毋认主耶稣，这是非常大的见效甲失败呢。但是伫即章，耶稣3摆问彼得，用安尼来回复伊，重建伊。互伊有教业气力，会当来领受起造教会使命。所以咱会当讲21章是一段关系恢复，甲重新点导咱热情、服侍、呼召的安尼一个故事。伊毋但是写互遮学生，伊嘛是写互咱所有捌经历过失败、跋倒、失志的人。伊要互咱知影，你会当失败。但是你绝对袂当放弃。即章嘛伫提醒咱，上帝毋是拣成功的人来服侍伊。咱可能非常的软正，但是主要顾要呼召你、疼你，并且搁一届来使用你。咱来看第4节到第8节。当迄暝，学生规暝什么拢掠无的时，搁较绝望的时，耶稣出现啊。但是因为天晡光，看无啥清楚，所以伫船仔顶的学生因认袂出来，徛伫岸边的迄是耶稣。然后迄个人出声问因讲：“细囝，恁有面配无？”因讲无。耶稣出声讲话，即群学生较毋知影是耶稣，掠做是海边一个人伫因来讨食，这非常奇怪，毋是吗？这学生对耶稣3年外的时间，确连耶稣的声音也听袂出来。但是这互咱看出的是啥？因内心搁较大的绝望，因为因的目睭所看的就是迄个空空的希望，因所见的就是家己真面的劳苦甲野心。耶稣当然知影因的忧闷，所以耶稣伫因目睭看袂清楚、耳孔认袂出来时，耶稣讲一件因捌经历过的代志。耶稣甲因讲：拍网伫船的正边就会得着。即群学生就将网拍落去，果然鱼仔做甲拖袂起来。即个真熟悉的情景，互学生想到，伫3年外前，因互耶稣呼召
嘛是伫同一个地点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代志。伫其他3本福音书拢有记载，当彼得甲伊的同伴还未互耶稣呼召进前，因伫吉尼撒勒湖，就是今仔日经文所讲的提比利亚海，同一个所在。因3年外前，耶稣还未呼召因进前，因也是规暝伫遐掠鱼，但是什么拢无掠，拢掠无的时，伫边仔耶稣拄啊伫遐讲道。耶稣看见，就对彼得讲：放到深的所在，拍网讨鱼。虽然彼得有淡薄的了疑，伊是一个专业的掠鱼的人，但是是一个伫遐讲道的人指导伊去掠鱼。但是彼得伊嘛听耶稣的话，将船开到迄个所在，重新来拍网。果然鱼仔是坐到因游袂起来，甚至迄个网直要离开。然后彼得甲伊的同伴看见安尼情形，就降服耶稣，开始跟对耶稣。然后耶稣甲彼得讲一句咱非常熟的话：无得惊，对这粒以后，你要得着人。所以今仔日，当国外耶稣出现伫因的面前，并且指导因去拍网，因一拍网得着侪鱼，这就互因想到当初3年前耶稣呼召因的经历。当因一想起来，虽然天色还未光，看无啥有，但是因内心的目睭已经互拍开啊！耶稣所听的学生就是约翰。马上认出讲是主。彼得一听见，也紧将外衫穿好，跳入海里。但是真奇怪，跳入海毋是爱将外衫脱掉吗？因为照犹太人的规定，伫往人请安的时，一定爱清擦真整齐。所以彼得为着要往老师来请安，就紧将外衫穿好，并且彼得对船顶跳落海。除了有伊想要紧紧来游转去耶稣的身躯边以外，佫有一个上顶的意义，就是甲路加福音第5章第80同款。彼得伫遐讲：“我是有罪的人”，是同款的意思。所以，这件代志发生伫天不光的时，第一道的光来破开迄个黑暗的天色。耶稣的出现，耶稣的呼叫。也好亲像为着这学生真黑暗、真绝望的性命带来光明，并且嘛，互因想到讲当初因安怎互耶稣呼召的迄种的感动甲决心，这嘛真做学生后来服侍的动力。后来教会历史有讲起，西比泰的囝雅各是互希律王杀死的，伊是第一个顺道的。怀疑耶稣敢有国外迄个多马，伊后来去到印度去宣教，并且嘛伫遐顺道。拿但业，伊去到国外传福音，并且将马太福音翻做侪的语言，最后伫亚马尼亚互异教徒来杀死。写约翰福音启示录的约翰，伫晚年的时，互流放甲拔摩海岛。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的死，嘛有一段真感动人的记载，就是伫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时，大家拢紧离开罗马，彼得嘛同款。但是就伫伊逃难的路里，伊竟然拄着耶稣，伊行一条问耶稣讲：“老师，你要去倒位？”耶稣指往罗马城讲：“我要往迄边去。”彼得迄时醒悟过来。马上活转身，佮转去罗马。后来，伊就互抓起来，互钉十字架。但是，伊要求罗马兵，甲伊倒钉伫十字架顶，就是头往下面安尼倒钉伫十字架。因为伊感觉伊不配甲主耶稣同款来同钉伫十字架顶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段经文上关键的所在。毋是讲这学生将网拍伫倒一个方向、倒一个所在，重点是因愿意去听。当咱愿意去听、去做，主的恩典就好亲像是拍开，开始要流入来咱的生命。咱若详细去听，
这个话就要来改变咱。但是咱要安怎听咧？就是每一日咱会读经灵修，就是每一个礼拜咱会主日讲道。咱若详细去听，上帝就要透过伊的话来甲咱讲话。另外，祈祷嘛是听见的机会。真侪人祈祷的时，因无得听，因是列单仔来向上帝求讨。但是咱伫祈祷的时，咱爱先问主：主啊，你今仔日要对我讲甚物？耶稣袂放弃咱，但是咱爱先拍开咱家己的心门，咱的目睭，咱的耳孔，咱才会当听见伊的声。伊的声也会回复咱，互咱搁一摆经验伊为着咱备班的丰富。然后，这个学生拢上欢，但是上欢因内心一定是充满惊吓甲自责。害呀，咱认袂出来，迄是耶稣。耶稣一定非常的生气，一定会责备咱。但是因目睭看到的是啥？毋是生气，叉腰伫遐徛耶稣。因看见的是有得刀的炭，顶面有鱼，搁有饼。这个画面非常的亲切，有鱼有饼，因为因以前就是安尼甲耶稣做伙生活。耶稣出现，无用真震撼的雷声、地动，也是神迹来向这学生证明讲，伊已经过活。耶稣是伫这学生上熟悉的环境来听候因。老师为着学生准备早顿，这非常违反世间的伦理，因为无有老师在替学生准备早顿，应该是学生替老师准备早顿。但是耶稣知影这学生一暝的路口，因需要食物件。耶稣嘛无叫因讲，即时将恁掠来鱼仔摕来烘，然后大家伫遐等鱼仔烘好，甲有通食。耶稣是早就将鱼仔烘好，互学生上花时就会当来食。耶稣即时已经毋是一个老师，伊是一位老母，伊用疼惜的心来迎接即群真野生、真绝望的学生，用当时因所需要的来供应因，来补足因。所以咱会当想象，伫即段时间，学生是讲袂出任何的话，因真戆哑，因真袂晓，但是因嘛感受着疼，感受着互接纳。所以伫即段因讲袂出话的时间，咱看见拢是耶稣在讲话。耶稣讲：“拄仔恁拍着的鱼掠几尾来。”这互咱看见，虽然耶稣早就已经烘好这个饼甲鱼，但是耶稣讲：“恁拄仔拍着的鱼掠几尾来。”这互咱看见耶稣对学生的邀请。虽然即群学生失败，但是耶稣搁一摆邀请因来甲伊同工。耶稣用具体的行动，用疼、用接纳来恢复即群学生真失败、迄个已经破碎的心灵。所以，这段经文也伫提醒咱：信仰毋是咱摕来责备别人做袂到的代志，会责备；但是信仰嘛，毋是摕来责备家己做无好的工具。信仰是要互咱得到忠见。要互咱会当恢复上帝起初创造咱的时，迄种真美好的形象。特别伫即种时代，罪恶纵行，所以咱无法度伫咱的学习、伫咱的工作、伫咱甲人的人际关系内面来得到祝福。反倒咱伫这个内面得到是搁较侪的咒诅、怨恨。咱的形象已经互这恶毒插到已经破高高。咱需要互主爱耶稣来修补咱对上帝的看法，咱对别人的看法，以及咱对家己的看法。另外，额外一提的是，伫这段经文有讲起一个真有意思的数字，就是耶稣所因的学生所掠到的153尾鱼的这个153尾的这个数字。历代神学家对这个数字有无共款的解说。亲像耶罗米，伊认为
天下拢总有153种的鱼，这表示万国万民有一天拢会到耶稣的面前。但是咱现代人对海洋的知识咱搁较侪，所以咱知影鱼类毋若153种。也亲像教父奥古斯丁，伊认为153是1加到17的安尼一个结果。所以即个17是10甲7组成的，10代表10条界，7是完全的稳定。所以即个奥古斯丁认为，用安尼来表示，无论是旧约的律法，也是新约的稳定，人拢会当到耶稣的面前。但是这个看法，互咱当作参考就好啊。咱毋免太过去想讲这到底是啥物意思，因为圣经无记载答案，所以留一寡想象的空间互咱。但是我认为这段经文上重要就是耶稣所讲的这2段话。第一句伊讲，拄下恁拍到的鱼掠几尾来，这是邀请人甲伊各一届的同工，来恢复人迄种真失败破碎的心。第二句话，来食早顿。短几个字，看起来无什么神学的重要性，但是确实中建这学生心灵非常重要一句话。经文甲咱形容遐学生迄时的心境，学生无人敢问讲你是一谁，因为知伊是主。所以咱知影学生迄种真亏欠、真见笑的心情，较伫耶稣的邀请内面，恁来食早顿，得到完全的化解。兄弟姊妹，咱袂当否认，风疼，咱才有气力会当继续行落去。咱若伫家庭、伫学校、伫职场感受到疼，可能今仔日你厝内的人为着你备办一顿的早顿，也是你去学校你的同学甲你拍招呼，也是你公司你的同事替你完成一个真简单的工课，你会发现迄天的你心情非常轻松快乐。但是咱若是一早起就甲厝内的人冤家，咱去到学校欺负咱同学，咱甲同事歹声扫，甲因真歹斗阵，咱就有无共款的心情。所以耶稣非常清楚当时的学生，因上需要毋是信道的教育，因上需要就是风疼。所以耶稣付出伊的行动，来恢复这的学生的信心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嘛知影咱的心情。可能伫最近，你的信仰拄啊伫经历一场真无气力、真野心、一场的失败。但是，请咱无袂记哩，耶稣无离开你远远。伊伫你的生活内面，一个上平常、真平凡的所在，伫遐等候你。伊要为着你备办一顿属灵的早顿，伊要邀请你甲伊坐做伙。伊伫边仔安静伫陪伴你、接纳你、要恢复你，但是毋是安尼结束，这嘛是要正做伊要车牌你，重新转去你的生活的开始。伫落尾这段经文，耶稣搁一届车牌彼得的经文，有人会问讲耶稣是毋是偏心啊？才会对彼得有无共款，甲伊有无共款？这段真特别的对话。历代嘛真侪神学家对这段经文提出无共款的解说，但是我看彼得是这学生的中间，这失败学生的中间，迄个上失败的一个人，因为伊平常甲耶稣上亲近，但是确伫耶稣封骂迄面，伊3摆毋认耶稣。伫这11个学生的中间，彼得应该是自责上深的迄个人。所以，当耶稣3摆问伊讲：“你疼我吗？”这3摆问题，互彼得有机会会当将伊内心上内底上见笑迄个部分来挖出来，一届一届展开伫耶稣的面前，互耶稣医治。所以我想，迄时的彼得，当耶稣问伊问题时，伊一定非常的碍恼。耶稣头一个问题是问伊讲：“你疼我较赢过遮个吗？”遮个是啥？
遮个好亲像是质询彼得讲：你疼我是赢过你的船、你的网、你所掠着遮鱼吗？这互彼得想起当初伊回应耶稣呼召时，伊是将伊的船、伊的网、伊的鱼啊，拢甲拼落来，马上滚底耶稣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互伊非常惊吓，回答讲：主啊，是你知我疼你，因为当初我是放落一切来滚底你。伫早期，阮伫读神学的时，有讲到耶稣伫遮3摆问彼得，是用3解无共款的疼来问彼得，是无共款赞助的疼来问彼得。但是近代的神学家认为，耶稣所使用的疼，原文虽然无啥共款，但是伫约翰福音是交替伫遐使用，所以无真大的差别。这近代神学家嘛认为，耶稣的问3摆是利用这犹太人的修辞学，亲像咱读圣经会看见，圣哉、圣哉、圣哉3摆，表示对上帝上大的懊恼，重要的代志爱讲3摆，所以用安尼修辞学，用非常重要的形式，耶稣用安尼问题来重建彼得。并且，互彼得透过3摆的问伊回答，来确信家己对耶稣的疼到底有偌济。但是我相信，无论是倒一种的解说，拢是为着要互彼得去思考、去反省家己对耶稣的疼。对耶稣的疼，无过是以前迄种伊用喙讲的真冲动的疼呢，是愿意真正的委身。顺服伫主耶稣差遣的疼，耶稣这3摆的疼，互彼得非常的忧愁。伊讲：主，你无所毋知，你知我疼你。彼得为什么会忧愁？除了互伊想起伊3摆毋认主以外，伊也伫即时开始承认伊是一个失败的人。认罪当然会痛苦忧愁。但是透过耶稣每一届问伊，彼得每一届回答，伊内心的迄种自责、迄种见笑，嘛一摆一摆互赶开。因为耶稣在意的，毋是伊过去的失败，耶稣在意的是伊的将来。伫彼得每一届回应主讲：主，你知我疼你，耶稣拢会加上一个差遣，是我的样仔。耶稣无爱彼得一直停留伫犯罪的自卑的内面，所以耶稣交代互伊一个新的任务。这毋若是差遣，这搁较是一种信任。面对这个捌严重失败过的学生，耶稣无自了后就否定伊，耶稣信任伊，交代互伊搁较重要的任务。但是这个任务的效果是啥？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去绑，照所爱来行游。独到老，你要伸手，别人就绑你，拖你到毋爱去的所在。耶稣伫遮预告彼得的未来，彼得的服侍袂替伊带来荣华富贵，甚至彼得袂好死。彼得伫遮非常清楚知影，当伊接受即摆呼召，就无过是放落渔船、放落希望尔。伊爱放落的是伊规个人生，甲伊的梦想，甲伊的性命。所以耶稣伫遮搁最后一摆呼召伊缀我。耶稣知影彼得会怎样回答啦？耶稣嘛知影即时的彼得已经甲以前的彼得无共款啊。当我伫写即篇讲道片的时，我无法度禁止我的目屎。因为我嘛感受到讲，耶稣嘛好亲像伫问我即个问题：你疼我吗？所以我就伫思考，我伫反省讲，我会安怎回答？军地毋是去你想要爱去的所在，毋是过你想要爱过的生活。军队嘛毋是短暂的一段期间，毋是参加一个夏令营，毋是参加一个读经营。军队是要离开自我中心、自我保护。军队是一生的路站，是咱所有的生活方式。军队嘛无可能是享受，甚至会面对侪牺牲。当我想到遮个，
我内心不断咧问我家己讲：主啊，我敢真正听你？也是我敢若是表面伫听你尔？兄弟姊妹，耶稣即个问题，毋但是伫问彼得，嘛是伫问我，嘛是伫问你。你听我吗？当咱回答愿意，咱就爱放落过去，然后起来去回应主伫咱生活中间所有残明的呼召。当咱回答愿意，咱就爱去听主爱咱去听的遐个人，遐个人可能是你无介意的人，是你的对敌。当咱回答愿意，咱若袂当去倚靠家己，咱爱倚靠稳定来回应呼召。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，嘛是一条无好行的道路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看见国外的主耶稣对伫咱无条件所付出的疼甲接纳，安尼疼就会当重新来点倒咱的信心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用慈爱恢复阮的破碎。伫阮上失志的时，你赐你的食物来安慰阮，毋但是食的食物，嘛有你对阮属灵的培养，并且你搁一摆对阮讲：你听阮吗？你来跟缀我吧。所以，阮伫遮要来宣告：主啊，阮承认家己的无气力，阮愿意接受你的恩典，阮愿意搁一摆回应你的呼召。盼望你互阮会当亲像彼得共款，对打以后无搁为家己来活，是为着听阮的主来活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